我们想知道现在海是什么模样。若你还不曾来到海上，不曾走向岛屿的边缘，可能你所认识的只是一半的台湾。你听过海底深处的声音吗？眼前的每一道浪都是一座坟丘，同时也是一个摇篮。海是地球上最巨大的生态系，是一切生命体的集合。而温暖、清澈、坚定的黑潮，为这座岛屿带来了丰美，却也从陆地上带来了无法消化的悲伤。还好吗？还好吗？我们想知道现在海是什么模样。为了寻找台湾的另一半版图，我们起航。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頭先看了樣片講海和河毛有樣板毛，有一種問候，咪有一種疑問咯。今晡日喺節目當中，我同大家共同來認識，哈那深解來了解呢台灣順航寶靈界海，是呢個海域。呢一地海域呢非常非常嘅正，不過呢對嘅認識。咁要啦，深有一個你喺呢海洋要發生乜嘅事情，需要大家共下來同寫記錄。有一本書我推薦俾大家，叫做《烏潮導航》，係聽靚嘅烏潮海洋本教基金會，記得呢係順會呢個就台灣來做最新嘅研究，是喺今日節目當中好好同大家分享。你下實際嚟分享今晡日嘅裏邊係烏潮海洋本教基金會嘅簽字行長，咪係現業嘅董事鍾慧娟，歡迎慧娟。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鍾慧娟，我係關係嘅客人。歡迎你，所係我新竹嘅鄉親。歡迎慧娟哦，呢一本書呢，Rita 姐有海洋嘅感覺，有冇？藍色嘅一片，唔過喺海上呢，你看到嘅色唔單淨係藍色。可能有深藍、淺藍，甚至有一點黃綠色，對，甚至有點白色，有當到嘅眼影，等下好同大家分享哈。推薦呢一本書哈，我用心一點，睽違15年，再一次環島，真的是環島花了16天，對不對？是，哇，研究嘅時間，你看呢本書以前，這個其實有一個驚喜，我覺得呢本書當場嘅電路牆打開來。就會看到，黑潮黑色的很，都符合你嘅溫室嘅感覺。咁我呢一櫃就打開，哇，有看到嗎？這是整個台灣。對，它就是一個我們美術編輯特別幫我們設計的，就是我們航海的時候，我們逆時針一圈繞了整個台灣。那我們航行的一個不同的點跟不同的點位跟縣市都標在上面。從5月30起航開始，從花蓮開始，嘟，一直到兩位。到桃園就跳了，因為跳島了。對，就是到桃園之後，再下去的海域就是比較淺，所以我們就直接是切到澎湖。澎湖。對，就是離島我們是包含澎湖、小琉球跟蘭嶼。對，那就到澎湖之後再回來小琉球，然後到底下這樣子。那因為我們其實，在航行的時候，第一圈是這樣子繞完，可是航行當中遇到一些天氣的變化等等，所以我們像蘭嶼跟中部外海的調查是後來再補做的，因為我們要有一個完整的調查，這樣子。台灣的整個海岸線是16000公里哦，其實要花一段時間，而且要細細的去品味哦。而且大家係講有興趣，大家是想講環島，有機會來環我們這個海岸線，這是另外一種旅行哦。要不然有冇再一次
这个是连续4年你都有作品哎，这是第4年的作品，也是一个很大很厚重的一个记录哦。是，就是有点像是航海日志这样子的一个书写，不过也是这本书是跟吴明义老师还有一位陈冠荣我们一起合写的这样子。对，那就是从过去，其实我自己比较习惯用文字记录在海上的感受，还有因为我在一个 NGO 团体工作嘛，所以其实我们关注了蛮多的海洋议题，那我就比较习惯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16年的时候就是有了黑潮汹涌这一本书是第1本。对，然后后来其实陆续也没有特别的，当时也没有特别觉得每年一定要出1本，对，但是也是一个机缘，所以持续就都有一些书写这样。当年是有日本，那当初这样的契机让你爱上海洋哦，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机缘，对不对？本来你是念文学的，可是现在一头栽进黑潮里面。我觉得其实。也许文学让我的感受力比较敏锐吧，对。那文学的世界里面，跟自然的描写其实是常常会看到的，对。那又因为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我在生命过程当中有机会去到花莲，然后认识了黑潮的朋友。那后来加入基金会之后，有机会跟海洋更亲近，所以也是这样，我觉得拓展了我跟海洋之间的关系。那对我来说，在书写上面当然也会有更深一层的描述，包含有一些像是过去你可能会比较沉浸在海洋的美好这件事情，然后描写东西可能会是自己的内心跟比较美的部分，就是比较浪漫吧。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会看到蛮多是环境的一些问题，对。所以后来我自己的写作其实比较着重在也希望可以让读者读完之后是有一些理念或者是有一些概念，它是可以偷渡到大家的心里面，转换成是一种爱护海洋的行动这样。对，所以在书写的时候，其实会有点严肃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是我还蛮希望可以透过文学文字阅读的这种方式传递出去这样。Rita 自己在看书的时间，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一本书是图文并茂，哈，所有的海洋你一打开，你是会知道非常非常的讲，哈，你要非常的讲，韩国地图有时候会有一些诗，可能是你的这个感觉，或者是引这个有一些国外的诗人的诗，甚至是讲到也是蛮有趣味，甚至是在他们的在海洋动物的世界，记得很用扮演的sense，用扮演来繁衍，甚至有一些趣味的部分，在两本书地图，所以我觉得两本书呢，嘿，动好吐下去，然后不知不觉就会把很多东西就好像我原本不知道，去打开你的眼界嘞。谢谢。就是其实，在书写的时候，因为每一年的书其实当时创作的契机都不太一样，对。那像黑潮汹涌其实本来它就是以6段故事去写，那比较是虚实交错的一个写法，就是想要带到一些海洋议题的部分。然后这本台湾不是孤单的存在，其实它就是比较散文式的写这样子。对，那后续我们基金会出的《海的未来不是梦》，它其实更生活化的去介绍海洋，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它很亲近，然后也认识台湾4周也在做海洋相关事情的人。对，那去年这一本《黑潮导航》，其实它就是结合了我们在18年的时候航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旅程。那是由本来是由吴明义老师他规划是他应该要写完整本书，对，因为他是跟着航程走，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航程的关系，其实有一些航段他没有办法参与到这样，所以老师他就从他上船之后开始写，那里面大概有8天的记录是他负责的。那回来之后，其实我们在整理这些海上的记录之后，我在补齐老师没有写的这些天数，因为我是等于是全部的参与者这样子。对，那在书写的时候，其实也是参考老师的一个架构。对，吴明义老师他一开始在书写的时候，其实就安排了这本书的一个节奏。那包含像它是一个航海日志的形式，是我们的一个共识。对，那但是每一篇呢，其实大家会看到它有一个航程的介绍，包含今天是从哪个港到哪个港。那接下来会有一些比较中性的描述，那还有他这篇想要去传递的东西。所以里面吴明义老师他的写作的
我觉得他写作的格局就是相对来说非常的辽阔，因为他博览群书嘛，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它里面也放了蛮多相关的文学文献这样子，对，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不只是这趟航程的东西，甚至是还有作者本身在阅读的一些过程，或者是怎么样跟历史或者是当下的情况做一个呼应的一些阅读，所以我觉得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只是在跟着这趟航程，我们也看到了作者本身的心灵之旅，这样。哇，很丰沛啊！因为读两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文献是可以触发我们去延伸看他拿到的东西。是啊，了解参与耶。您非常的多，包括这个影像的记录，还有水中声音的记录，我非常的好奇。你有准备了水中的上本大家谈，请大家来谈一下。大家有想谁谈了上吗？每一家海边，每个海域它的声音不一样，刚好像咳咳咳，那是枪虾，对，枪虾夹破气泡的声音，好可爱哦！听到这些声音会觉得海底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因为都在海面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水下的状况是怎么样，包含它的地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生物。所以我们在这一次航行的时候，也特别做了水下声音的收录，那邀请科学家上船，然后跟我们一起做所谓的声景，就是声音的景象，就我们可以透过声音来了解，或者是来记录到说，这个海域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生物，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船只的声音，像刚刚有一段是船的声音就是像水下的声音，它对于海洋生物的影响其实是还蛮大的那在我们陆地上面人可能比较不清楚，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海里面的各种，包含像一些军事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是像你在水中的一些海上的工程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一些声音来影响到水中的生态这样。所以我们也特地在这一趟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声景的记录来了解，就是这个我们台湾周遭的海洋环境是否适合海洋生物的生存这样。哇，刚才你回跟你讲的时间，我是想到在看书的时间，看到你们发现海豚，竟然是因为海豚很好奇你们船只来到这边，结果呢关掉引擎，海豚就觉得没兴趣了，反而跑走了。对，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声音对于水中生物的一些影响，也有可能是吸引它的对，这都是它声音跟船只还有生物之间的一些互动的关系这样。透過呢本書就你看到當到神奇嘅事情，等下到咗咧，你喺日本大家看到喺個聽到喺拿到神奇嘅包含請到大家對海洋嘅認識，呢個海洋都到乜嘅每件呢，到咗咧，你強下嚟認識咯。大家轉到節目當中嚟，今日復起嚟同大家嚟開檔了，嚟認識呢個海洋，邀請到武昌海洋本教基金會介了前節行中每天一賣董事慧君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再次嚟歡迎慧君。大家好。慧君，頭先你講到呢個海洋遇到乜嘅困難，有乜嘅危機出現咯？連結到你都做了幾隻海洋嘅探測，好整個導航。其實有3大檢測的重點走在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就是我們在2018年導航的這個航程裡面，其實很重要的是，做了3項的科學調查。那這3項科學調查其實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3個指標來了解我們海洋的現況。那第一個就是像水中的溶氧
溶氧的话，它比较跟水质有一些相关，就是说我们知道像河海的交界，它其实是一个很多鱼苗会聚集的地方，那它也是海洋的一个基础的生产率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哈。那如果说河海交界的这些水质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造成我们的沿近海的渔业，也许就是会有一些枯竭的状况这样。对，所以水质其实是我们观测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就在河川很多的重大的河川的出海口，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一个检测点。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塑胶微粒跟海漂垃圾这个点。那塑胶微粒其实它就是塑胶裂解之后产生的碎屑，因为我们知道塑胶其实它最后它不会真正的分解，它只会裂成很细微的一个塑胶微粒。那这个塑胶微粒它有可能透过一个生态系的循环又进到人的身体里面，所以它其实是国际之间都近年来非常热切的一个研究。那但是台湾其实在我们2018年之前，我们是没有看到有全台湾的一个海域的记录，所以在我们这一趟旅程里面，我们很希望说可以透过在海上航行，并且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调查来了解我们台湾海域现况的情况是怎么样。那第三个就是水下声音的部分，就刚刚也有提到，因为我们想要了解海域的水下的声音的环境是怎么样，然后也能够进一步了解说，人为的一些活动是不是对于海洋生物带来了一些威胁。所以这3项检测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到底现在海洋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础下去做的一个调查，这样子。还有研究地图也特别以这个鲸豚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对不对？应该是说我们基金会是从鲸豚调查起家的。对，那鲸豚它也是海洋里面的哺乳类动物，它也是一个指标性的物种。那今天如果会威胁到鲸豚的健康的这些环境因子，它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它下一步就是影响人类。所以为什么会以鲸豚的这个对他们来讲最有冲击的这个视角下去做一个调查，其实也是反映到我们人类未来的一个生活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在3旁透过节目大家咪就要認識一下，我們從 Rita 自己看所謂的塑膠微粒，它又分成5種，包括保麗龍啦、硬塑膠、軟塑膠啦，或是魚線啊，有一些或者是塑膠的原料等等。那等下誰動詞也是這這可能會產生一點屑屑，那才會生一，我先把它弄乾淨，再洗。对，就是塑胶微粒，其实它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裂解了，所以很难去想象说它本来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对，可是我们就是让它透过分类，然后来回推它本来可能是什么样的东西。对，那确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些塑胶会流到海里面，而且会进行这个裂解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昨天也才做了一个调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是一个特殊的酱菜哦，哈，特别的酱菜哦，看起来很像是酱菜罐，但其实是我们用来装海水样本的一个罐子。对，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后续还在做所谓导航普拉斯我们的一个长期调查。那我们在昨天就在安平港外海就捞到这样的一罐。那其实在这个样罐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把塑胶分成的几类哈，包含像发泡塑胶，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白白的比较是轻的物质，它飘在上面。保丽龙，对，它其实就是保丽龙裂解之后的这个叫做发泡塑胶。昨天老台大讲，比如说有一些养科的。对，养科的它就会用保丽龙固定，它可能时间久了，或者是他们刮除上面的那个东西，就造成这些飘到海里面。对，在这个渔具上面会比较常看到，渔具上面就是用来支撑浮力的。那也会看到像吸管，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软塑胶，这是食用的过程里面会流到海里面的。那也会看到有一些小小的粒子，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它是属于硬塑胶的部分，像玩具啊等等。对，生活的一些制品，就是大量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塑胶。所以我们的采样的结果、计算的结果，其实硬塑胶是占最多的，比例是最多的。那如果有看到一些比较细微的，像线一样的，就是 liber 这样子的一个塑胶纤维，它就是塑胶纤维，它可能是从断裂的鱼线，或者是我们在使用的牙刷的这个纤维，它都是一些化学的物质。然后它如果没有掩埋或者是没有焚烧，
透过直接流到海里面的话，它最后就会裂解成这样子的一个，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塑胶的微粒这样。那里面这罐里面我们还没有算，所以我不太确定里面有没有塑胶原料。其实我们的分类5大分类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塑胶原料。那塑胶原料它其实就是圆圆的一个制成塑胶之前的一个前身。对，那照理说它是原料粒，它不应该会在海里面，可是它的来源可能就会是上游的一些塑胶工厂，它没有保管好它的原料，那随着河川流到海里面，就是大概分成这5大类去做一个回推，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它的前世今生这样子。对，好，介绍本台干研是，其实本案例系中都会提醒啊，就是在我们使用这些便利的物品之前，你做嘛个动作要讲用它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把它妥善的处理？是，好，因为含系在整个食物链或整个生物界的循环里面，含系会转到案例的信号哈，所以基本一场上口用用哦，我们用很轻松用图文并茂的书同大家来讲哈，第一看贵州广州的团队哇，这个图画的很可爱哦，就有好多人，海上有一群人，对，路上也有一群人，除了是加油团、补给团，还要做一些影像的记录，没错，文字的整理，对，这个是吴明义老师嘛，好像拉得更远，很贵叫夯昌，对，那这是木艺3音都有医疗组的，有行政组的，所以动都音呢，刚好我们收这个水下声音的，你刚好躺都哈。还有空拍机，还有王杰老师，大家来看一下，你作档哈，有俩豆法，就是随行的画家，对，马上就速写，对，俩豆图真的很美耶。对，因为我们在这一趟航程里面，因为出海一趟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就当时出海前就规划了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人一起在船上。那除了我们自己的调查团队之外，工作团队之外，我们也邀请就是王杰老师，他是画家，然后作家吴明义老师，然后还有水下摄影的摄影师。那包含就是像科学家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次就是做科学调查，所以就大家是不同的角色在船上，然后陆地上面有一组人就是这个团队很重要，因为我们海上一艘船在绕，陆地上面这趟车子呢，它就是后勤很重要，因为它必须先去港口下一个港口帮我们去了解说船要停哪边，然后你的油跟水还有冰块在哪边补给等等的，就是很多的事务工作都是由地勤组来执行，所以这么多的人大家一起合力完成。那其中在这本书里面，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到文字的呈现、照片的呈现，还有一个就是画的呈现。那我们的水船画家王杰老师，他也是他是基隆人，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做过那么长程的航行。对，那所以当时有晕船吗？他跟吴明义老师很令人惊讶，就是他们两个都是不晕船的体质。所以在船上就是有时候浪还蛮大，可是他们两个就是可以吴明义老师就在那边阅读，因为他每天都要写文章嘛，然后就在那边读书。然后另外王杰老师就是随时他在船的各个地方都在画画这样子。哇，他们真的是你看太适合，完全不会晕船。对，好，所以西也走在走法。没错。那刚听起来就知道，也因为出海凑船呢，一定会晕船啊，一定会浪很大，逆风的时候啊，怎么办？就没有办法，大家就是想办法，就是克服在船上的各种状况。那包含像风大的时候，王杰老师画到一半，他的纸就飘走了，或者是因为他是用水彩嘛速写，他有一个速写盘跟一个水彩的洗笔的罐子也是一样，我们就是一路上都是要防止一些器材啊，或者是一些话剧等等，就是掉到船舱或者被海水泼湿，或者是风太大被吹跑这样，然后也要慎防摄影器材，因为有些是在空中飞的，然后有些是要插到水里面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非常小心的去使用它、运作它。所以其实，在船上真的就是每个人都很在自己的角色上面高度专注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大家知道不可以晕船，就是要首先克服这件事。可是还是会晕，对不对？听说吐完了还是要吃，因为还是要继续航行。如果真的会晕的人，就是还是得要慢慢让身体去习惯，因为我们的航程一趟都是7
实就是6到8个小时。你出海了不可能因为你晕船就是送回岸上，不可能，就是只能往前走。所以我们会尽量在海上去调节我们的一些身体的状态，那包含说你怎么去看着海浪，让你自己是比较能够平稳的，对。然后我们也会尽量去分散注意力，对。那有一些在海上的一些心法，就是不晕船的心法，就是我们自己其实都会去做一些身体上面的调节，而且出海前都会要练习，你要先暖身，对，才能够在海上你才能够适应。有一些伙伴就是如果他不常在海上的话，确实会比较担心，受不了哈，对，会担心这个问题。唐人是比一路好冇简单哦，要懂得省钱的事情，等下到咗呢節目繼續同大家分享哦。你是海的瞭望手，移植了它广袤而斑斓的眼睛，向人们述说故事。他们从陆地上的书籍里收集而来成串的碎片，解答不出海的密语。那钥匙藏在你虔诚的银色白发根下，暗号就埋伏在风起时你紧抓的帽檐里。哇！掌声鼓励！哇，慧君本身是很喜欢写作，东北写东西，对，也即将成为这个专职的作家，但是还是很斜杠，还是会继续做这些海洋工作吧。因为海洋的工作在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影响很大，然后也在这10年内就是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对，那我觉得在当执行长的时候，其实生活中比较难有完整跟阅读跟写作的时间，就我必须要读很多的环评报告书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你要开会的东西这样。对，那现在就比较觉得说，自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契机，就是从导航之后跟吴米老师一起合写这本《黑潮导航》这本创作。那因为吴米老师是真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创作者，对，所以其实跟随着他的脚步，我就会觉得自己在写作上面会希望自己可以更多的投入、专注跟努力，这样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对，所以现在的计划就是其实也是写作，那年底也是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重凤，他之前应该也有来上过节目，这样我们年底也有一个写作的计划，就是会在今年完成这样。哇，非常期待，到时候再拜读一下作品呢。係今日慧君來到節目當中，睇你當到好有關，而且要特別推薦本收入的朋友哦。我們有個單元，希望透過我們的來賓哦，你可以介紹。那今天慧君要帶來誰介紹講跟海有關的你很推薦的作品？我想就是在海洋的文学里面的經典，很多人都會看過，就是《白鲸記》。那這部這個作者已經在去年是明旦200年，所以《白鲸記》這本著作是真的流傳很久了。對，那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抹香鯨》，那這本非常經典的巨著，其實就在談海洋的冒險，還有這個雅哈船長跟抹香鯨之間的一個鬥智那個過程。那我覺得他描寫的很多的細節其實都值得探討，這樣。那也對我來講也是一個百看不厭，就看了好幾次你都覺得很棒的一本書。那當然它這個因為它是經典嘛，所以它也影響了很多後來的一些創作者。然後我自己就有收藏，像這本也是國外的一個就是有點像是版畫，然後它是立體書，對，因為非常的精美，所以我自己就覺得說啊，好喜歡這樣子。我覺得這也是可以跟孩子講故事的時候很好用，就是它就是像魔術一樣這樣子呈現出一些這本書裡面的一些細節，然後當然也有一些海洋的畫面。對，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延伸的，可以閱讀的。那另外就是它也是影響了像繪本，這本也是大塊出版的《雅哈與白鯨》，它其實就是在講這個船長雅哈船長跟白鯨之間，就是其實是抹香鯨啦。對，但是它是莫比迪克嘛，因為它是一個白化的一隻抹香鯨裡面的故事，所以它比較專注在一些海洋的畫面的描述。那我就覺得它非常的充滿了想象力，因為我覺得《白鯨記》它真的是影響了非常多的人，
对，非常多的后面的创作者。那但是它大部头，大家如果觉得很难阅读的话，我会比较推荐可以先从绘本啊，或者是像刚刚看到就是图文书这样子的方式去入手。对，所以这都是白鲸记的相关产品，这样子。哇，都推荐大家一看呢。对，很多的时间开始想到，头先讲到在船上有非常多的不容易哦。我不是唐东英讲哈，在海上的人，在海上生活的人，就是有一股独特的坚韧，而且有一种豁达，像大海一样辽阔。对，然后又变化莫测。是，我觉得在海上就是跟不论是讨海人或者是在船上的工作人员相处，我都觉得他们是我的老师。对，我觉得大海就是你的母亲的感觉，但是有时候对你没有跟他没有真的，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还不是说完全24小时都在海上。可是像这些讨海人，他们就真的是非常跟海洋非常的密切。对，所以我刚刚读的那首诗其实也是送给一个已经过世的讨海人，那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这样哇，那10年呢，你底部超，然后这么深的投入，然后也参与其中，真的是。亲力亲为哦，那对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有特别关于海洋保育，你觉得大家现在可以做什么？好，其实我觉得像我们今天分享的黑潮导航这趟航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在做塑胶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塑胶微粒跟海洋废弃物。那我们在海上真的看到美丽的海洋，可是我们也感受到就是海洋现在面临到的一些困境。那但是这些困境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陆地上的人类应该要负起责任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在预知下一代的未来，然后就是这个海洋其实是大家共有的一个宝藏。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每个人都应该要尽一份心力这样。所以我自己会呼吁大家，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有办法减少这个一次性的用品的使用，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但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是老生常谈，可是事实上你要真的能做到，不是那么的容易。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大家其实也许就是从生活的习惯改变起，然后自己带一些环保筷，然后购物的时候重复的使用这些袋子，不用特别去买很多环保袋，就是你重复使用你身边的东西，就是掌握重复使用，做好回收，然后减少一次性的这个利用。拒绝一次性的产品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实践。对，所以我自己会比较鼓励大家是从生活实践上去着手，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对，你不需要特别花什么钱啊，也爱讲用半夜。是，只要我们有这个观念呢，你台湾是海岛的国家啊，然后一张名词是海洋国家，我们现在是属于海岛国家。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发展成很棒的海洋国家，你也是你的福气哦。所以你和你的做的事情是完全是你的自愿去付出的。然后不是政府部门来做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一个 NGO 团体，就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那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很希望是从我们自己自身做起，但是也用透过环境教育的方式带给大众。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让每个人都认同我们的理念，然后也愿意自身做起，我觉得那才会真正的改变事情。那也是我们的角色，这样。对，那像这次的2018年我们的调查是做了一本书来呈现，但是其实现在我们都还持续的在海上做调查。对，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长期的科学调查，它能够有一些完整的数据，那也可以提供给公部门做一个政策的参考。对，所以公部门那边的沟通跟民众这边的一个环境教育，我们觉得说从法令上面，或者是说从教育方面着手，那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嘿，所以希望大家走在穷下来举起哦，让我们一起成为他们的桨，划船的那个桨，对不对？对，成为桨出发，大家走在穷下参与，我们都可以成为黑潮的一员哦。是，因为海洋是你所有人家，你穷下享受，你还自然我们也需要一起的爱护跟付出。尤其当然非常希望政府相关的部门可以制定跟海洋相关的法令，甚至本大家有按用人的想法，有这样的共识，有这样的知识，也还动重要的哦。尤其热天夏天，大家很喜欢去玩水，对。但是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深不深？好，我们够不够亲近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从小也许也可以带孩子去海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那在台湾其实有一些亲海活动还是可以尝试的，对，因为我们就在一个海岛上面生活，我觉得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只要我们愿意亲近海洋，其实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未来能够
培养出更多的下一代，他们是对海洋环境有意识的，那对整个未来，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这样。嘿，今日谈的会员分享到安豆哈，美地个青豆还冇简单，很多的艰辛在里面。可是你们有一群人，总是这么坚守岗位，就是很辛苦的募款，然后继续做这件事情，凭借着什么样的精神呢？我觉得是海洋本身，你在海上的经验，它就带给你感动因为我们出海真的是你不知道，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那在海上有一些生物，当你相遇的时候，那真的是无预期的一种兴奋，所以海洋真的是怎么样都看不腻。那也是因为在海上的这些美丽，然后让我们觉得很需要去维持，或者是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认识海洋，然后甚至也愿意去改变人的对海洋造成的影响。那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首先你是被海鼓励到了，再来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些也可以说是使命感的那种精神吧，就是你会很希望说其他人也可以一起来这样子，有些不舍疼惜的心情。对，就是会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因为对我们来说，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知道你才会愿意去做改变。今日非常感謝培娟來分享，希望你未再次愛來推薦兩本書，物超導航本所有嘅朋友，本大家哈拿華權安理解可用哦。未邀請大家點解聽聽先生來做認同了，希望大家嘅收看，長嚟了。